到车边来看中华职棒昨昏伫新庄棒球场比赛，拍到第7局的顶半局的时，伫场内的泉水系统熊熊压水，这球员拢错一个。另外，这场比赛中信兄弟尾也是以7-1拍赢富邦悍将。另外，伫天母棒球场的比赛是因为有天母条款，就是讲暗时10点过袂使佮拍延长赛，所以这场比赛尾也统一赛和比专良是以2-2攻和。 这一球打在棒头上来看下，飞到哪里去？在右外野方向，一去不回头。统一赛伫门口一发阳春炮第球成得点，也是个人本季第6分。统一赛对初九伫天母棒球场交手比专良，所底嘅6局上实施安打，佮帮助赛队摕到2分差领先。 垒包上的陈杰宪绕过了3垒，要来回到本垒，安可站上了3垒。 球给志杰，现在带有1分的打点，2-0。7局下两队先约回1分，9局下最后进攻机会，换代打林志成攻出一支约回比数安打。因为天宝棒球场有特殊的规定，暗时超过10点免拍延长赛，所以比赛裁定和局，两队2-2平手。陈世盟对陈文杰，这个球打得蛮扎实的，在右外野方向 ，Go！ 哈哈，陈文杰开轰了2分炮，这是他本季的首轰，一棒帮助中信兄弟现在逆转的比赛，2-1朝前。 结束就这3年前的富邦悍将加中信兄弟，经过一天的休困，转战新庄棒球场。7局顶半，球队抓到机会，一轮免攻攻下大局，暗过满垒时阵，场地熊熊开始喷水，落进走火。现在出现了一些蛮特别的状况，场上的这个洒水系统居然在这个时候启动起来了。 这号开启打击区的周书记拄到水就好分，讲出实施安打，对抗2分领先。中信兄弟最后7-1 6分之差拍败富邦悍将，收下晋级的2连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